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主。来，手借给我来，一起。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且对能行走。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且对着行动。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在那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再一次来宣告说，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拍手将荣耀归于这在那没有难成的事的神哦。我们要一起来献上感谢，你可以感谢吗？台风天呢，你可能碰到一些的困难，你可以感谢吗？即使是在那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话，一起来宣告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姐妹们，要感谢上帝哦，因为他创造美好的事物是为了人，造了万物，造好了就是为了人。他造人之后说，看为甚好，所以他将一切的美好事物交给人来管理，但是人不善管理哦，把世界管得乱七八糟哦，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悔改，回来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缺水、滥垦滥伐？我们为什么有好多这些的种植过剩？因为人的贪念哦。所以我们看见要回转来归向神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上帝怜悯哦，台风怎样从旁边擦过，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时间看哦。不过我们看见神知道我们的缺乏，知道北部缺雨水，但是又不造成我们更大的灾难，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哦，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着你创造，使我们有美好的资源；因着你的派任，使我们有权柄来管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我们为了自己的贪，我们为着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滥垦滥伐，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你所交托给我们美好的这个世界。求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来怜悯人在这世上付上一切代价，为了要夺得自己的益处。主啊，求你怜悯，因为你看见人的不能，所以你才来到世上，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丰盛的恩典供应。这即使是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赏赐那一切美好资源的造物主，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造我们是在世界已经造的全备，你将一切的资源各就各位。当你造我们人是按照你的形象，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的需要，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管理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知道人没有好好的管理，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致我们人的身家性命都受损。求你来怜悯这个时代，怜悯各国为了利益彼此争斗。愿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愿你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让我们随时感恩，即使是在我们最艰困的环境的时候。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求主来医治，来释放我们。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几方面每一次在持续祷告。其实这几方面就是在表达我们全人灵婚姻感情那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灵魂体我们需要。我们看很多这些的精神上的疾病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以前街上不会有好多这些自言自语的，现在很多，对不对有戴耳机的就自言自语那有的是没有戴耳机也自言自语那因为好多这一些的烦恼捆锁。其实在20几年前就有一个老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20几年后有好多这些精神上的疾病就会自言自语那真的20年后我们看见科技的进步但是带来的方便也带来好多这一些的影响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有一些灵被捆锁走不出来的，那我们需要帮助他在专业上面，那也帮助他在灵性上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邀请主在灵、思想、情感、意志。每一次如果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一定会邀请他们用这个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叫做耶稣主权的祷告，把我们的全人交给他。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需要被祷告服侍，你可以站立起来或是坐着，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按着你所不舒服的特别是现在很多疾病，就是很多人什么疾病知道吗？也不是疾病就是一些障碍，知道什么吗？不好睡失眠所以台湾1年的安眠药是世界之冠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求神来释放我们有自由的灵，可以安然好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一直在升温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
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主，我们要宣告，我们在患难当中，因为有你同在，我们的心不惧怕。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得着释放。主啊，因为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前面道路的方向。主，因为有你的同在，所以我们在救恩当中能够得着供应。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为这个世代，特别是为最近的疫情升温，我们来祷告。许多人害怕，许多人弟兄姐妹有确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他们身心灵正很快的恢复健壮，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来施恩赐福、医治、供应。谢谢主。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宣告，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的同在带给我们平安，你的同在就带给我们盼望，你的同在带给我们医治，因为你的同在带给我们供应，因为你的同在带给我们保护，因为你的同在就带给我们有永恒这样的一个生命。谢谢耶稣，让我们一同聚集敬拜的时候，邀请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除去一些我们灵里面的障碍，我们在身体的障碍，我们在经济上的障碍，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切人跟人之间的障碍。愿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宣告主的话语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要一同为我们的牧者、长职团队还有本周我们有好多这些各样的服事，那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那让我们的服事是充满神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为了个人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单独会主那透过家人之声，透过你自己的灵修能够透过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今天生命上面我们生活的心意我们求主也赐福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有4位弟兄姐妹要受洗那都是透过我们的据点，透过我们的小组透过我们的关怀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我们恳求主来赐福。为本周我们开始礼拜一开始有重大的课程我们圣经的共读，还有周六礼拜的圣礼点能够顺利求主来掌权那我们也为了灵命更新代祷特别是我们长职同工的灵命能够渴慕神的话语祷告祈求 RPG 共同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有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还有跟神之间有美好的这样的连结感动弟兄姐妹透过祷告祈求感谢经历了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我当中。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为牧师祷告，为我们在宣讲上帝话，不是我们多会讲或是不会讲，是圣灵在感动我们，感动你我，是专注眼目在神的身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主啊，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充满在我们灵里面的黑暗，除去我们灵里面的帕子障碍，让我们自由的来渴慕，如入切慕溪水，来渴慕神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干渴的心，让我们缺乏供应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心里面
的难处，主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愿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主，谢谢你，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恳求你的宝座就设立，你的恩典就降下，你的怜悯就充满。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奉你名，我们一同聚集敬拜。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主啊，因为你的灵督促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使愚妄人能够得智慧。主，你的话语是充满权柄，你的话语是充满安慰，你的话语里面带有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特别是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安慰扶持我们。谢谢主，我们也要一起用使徒信经一起来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一同来赞美我们这位为我们流宝血牺牲，他们白白称义，并且守约施慈爱的神，行在信实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阿们。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信实恩典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玛拿每天为我而降，引领我试炼我活着祷告神话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玛拿每天为我而降，出旷野路美地，我一生跟随主到底。我行在耶和华的信
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拍掌，将荣耀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弟兄姐妹，请坐。真的，我们要一心来称谢我们的神。陈如牧所讲的，不管台风天或怎么样，得时不得时，我们就是要赞美、称谢他。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感谢主，仰望恩典。每一天
恩中，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听见你十架，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那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主耶稣你宝血，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听见你十架，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那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听见你十架，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大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我的心不要忘记啊，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主，你知道我们劳苦重担，主，你知道我们充满哀伤，充满忧愁，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无力，主，你知道我们在缺乏当中是多么丧志，主，你都知道，所以我们要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刻，我们要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感谢，我们甚至要呼求你，因为我们如果呼求，就必蒙应允。
这是你给我们的，你给我们的应许。主，谢谢你，因为你赐下这样的管道，好叫你的儿女能够在缺乏、在我们患难困苦的时候，能够来寻求你。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无助。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主圣灵来安慰、来扶持、来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的心，能够看见神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有时候连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你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的祷告。在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正在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你的话语在向我们自己来讲话，是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叫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依然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开启你属天的恩典，从你的宝座现在就赐下降下来，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今天第二场礼拜我们有四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那有一位已经在8月21号因为他在这样癌症的这样的一个捆锁当中身体不舒服，所以在家中为他来受洗这个钟君成那我们今天有李金叶、李依婷黄汉生、李春枝4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恭喜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教会的一员。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下我们社教57周年新堂装修的落成感恩礼拜我们定于10月30号主日上午的9点半当天只有一场9点半。那欢迎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家，然后一起来欢庆。我们当天我们需要事先的报名来登记特别是如果你那天可以来，那你在楼下先试穿一下你的这个 size 这个型号那跟小组长来报名。如果你登记的那一天没有来，有没有？有要买，知道吗？如果你当天来是免费教会赠送我们，然后一起来欢庆当天就是要穿那一件，来领完之后我们就是可以套下去穿那一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欢庆所以即日起我们楼下已经有那个样品请你们到楼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你的 T 恤的尺寸。好，那我们中大从明天开始就开始有上课咯那里面有增加这个预防失智失能的课程这个越来越需要对不对？那我们年纪增长，那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但是因为身体的衰弱，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透过一些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第10组的陈敏哲长老的母亲庄淑慧传道娘，在8月27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73岁。那我们要定在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是中秋连假的前一天就是第一天
那在早上8点啊，会在桃园市立殡仪馆至善堂举行入殓礼拜，9点啊火化礼拜。那在12点半啊，弟兄姐妹因为要去金山平安园，所以比较远，所以我们的告别礼拜会在中午的12点半在教会2楼举行告别礼拜。那下午4点会在金山的平安园举行安放礼拜。那我们在这个礼拜4啊晚上8点在7楼啊，我们有家庭的安慰礼拜，我们可以啊一同来关怀啊我们的这个家庭哈，特别是我们的士林传道也有很高兴的连续有这些的欢庆欢喜的事情。我们第9组的罗月弟兄，他也是导演最近在忙这个婚事那跟谢玉仙玉仙姐妹，他们要在9月17号礼拜6上午10点，在大溪的威斯汀酒店举行结婚礼拜，我们来恭喜他们那在隔个礼拜9月24号礼拜6下午2点半。在本会2楼礼拜堂举行这个吴荣恩弟兄跟何雅乔姐妹来举行结婚礼拜。好，那我们的陈银如干事会跟李正汉弟兄于10月10号的10点10分这个都是特选的在本会的2楼举行结婚礼拜。这个都是跌破众人的眼镜突然那但是其实有一段时间的交往那我们来祝福他们如果有要观礼请QR code 来登记。我们先来介绍一位吕吴真胜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来拍手欢迎她在我们的楼上愿上帝来赐福。好，请坐请坐，愿上帝赐福你。来，那我们9月的寿星，请我们站起来好吗？9月我们来祝福他们生日快乐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生命从你而来，赐福也从你而来。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你赐下生命，赐下丰盛，赐下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引导。你的话语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成为他们领受上帝丰富的一个管道。愿他们渴慕上帝你的话，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应许，用信心来支取、来领受、来经历你属天的能力供应。谢谢主，将这些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丰盛进入到他们生命，也让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家人，他们所接触的人，能够成为他们施恩施福的管道。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撒母耳记上22章1节，再一次。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撒母耳记上22章1节，我们预备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
如果你不明白奉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弟兄姐妹，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哦，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弟兄姐妹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是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慈爱和信实。你说，凡敬畏你的儿女，带有依靠，而且有避难所，什么好处都不缺。主啊，迦南教会的新堂已经落成，新堂跟旧堂都要来荣耀你的美名。主啊，我要收的庄稼多，要做工的人少。主啊，请你呼召更加多的同工来到你面前，求主赐福兼顾教会的长子同工，成为牧者的好帮手。有仆人侍奉的心肠和心智，按神的心意来完成主的圣工，荣耀主的名。现在我们奉献金钱、时间、才能，愿主悦纳。我们将恳求祷告的，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主耶稣是你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是你随时的帮助，请坐。主耶稣是你随时的帮助。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1到2节，24章的10节、20节。不是只有看这几节，我鼓励弟兄姐妹哦，我们从22章看到24章哦。那我们跟着我们的读经的进度再看哦。那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线上弟兄姐妹们一起开口来读，一起来。大卫从加特城逃到靠近亚杜兰城的一个山洞，他的兄弟和家人听说他在那里，都下去看他。被压迫的、负债的或不满现状的，都同奔他，人数约有400人。大卫成了他们的领袖。今天你亲眼看到，在洞里，上主把你交在我手中。我的部下有人要我杀你，但我不忍，对他们说：我绝对不伤害你，因为你是的王。现在我确实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国家会由你统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艰难的过程当中，也会过去。你保守看顾大卫如何经历你的保护，你也保护我们，经过我们曾经经过的苦难，
或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愿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照这样遵行，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蒙恩的儿女。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思想特别是我们稍微来要回顾一下，为什么大卫要逃难，要逃跑，要让扫罗来追杀？为什么？因为一首诗歌，因为一些妇女的欢唱，扫罗杀死怎样千千，大卫杀死杀敌万万，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产生了扫罗心里面的不爽、嫉妒，嫉妒会产生杀人的心。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人心里面如果充满了嫉妒、怨恨，这个嫉妒会导致人仇恨对方，看对方不舒服，甚至想要对方的命。大卫杀敌有功，在大家面对歌利亚恐惧不安，一个少年人出头，然后告诉他们不要怕，告诉这一些将领们，告诉扫罗王说：“我敢对付他，因为平时上帝就在野外操练我。我如何打倒那一些野兽，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一直把耶和华上帝挂在他的嘴里。他做什么事，他把上帝放在他的眼里。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供应，胜过比他强大这些的野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大卫因为他有功，但是他被嫉妒，他被仇恨，甚至被追杀。所以当他逃难的时候，逃到那个亚西米勒的这样的祭司那边，然后就在他说谎的过程当中，他不得不说谎嘛，但是他说谎。所以在这个说谎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刚好有一位多益，就是扫罗的畜牧长，在旁边看到听到，所以当他得到亚西米勒拿的饼给他，然后拿的刀，就是从歌利亚手中所战胜的那一支刀然后给他之后，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报备就是去报扫罗王，然后就告诉扫罗说，这个亚西米勒这些祭司他们帮助谁？帮助大卫。然后呢，我们看到扫罗王就非常的不高兴，就最后告诉他的臣仆说，把这个祭司把他所有的家眷，甚至连他的牲畜，连那个吃奶的婴孩都不放过，最后杀死了最后这个臣仆说：“不要，我不敢，我不要对付上帝的仆人。”记住耶和华上帝的仆人，他懂得敬畏，所以这些臣仆不敢下手，最后就由多益这个伯贝来下手，杀死了多少人？85人，大大小小，还好有一个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就逃到大卫那边。大概我们了解一下大卫逃到哪里？消息走漏，然后到处有这些的国安人员然后情报人员就报告给扫罗王。扫罗王听见他逃到哪里就追到哪里，他逃到西弗旷野就追到西弗旷野，到马云旷野我就追到马云旷野。最后我们看到24章，如果有去圣地旅游的，就会看到那个隐基底其实它是一个水泉，好像是一个瀑布
我们去的时候是好多孩子在那边欢乐，在那边好像夏令营这样旅游，然后在那边游泳啊。但是大卫他是逃到这些山洞，逃到这些旷野，他无助啊。他一个算是一个将领，但是为什么要得到这样的对待？我们看到古时候有一些的王朝就是这样。什么叫做杯酒释什么？释兵权呢？就是因为怕他们怎样做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困境痛苦嘛。我们现在来想说，过去最让你觉得有艰难的时刻，你曾经面对过什么样艰难的时刻，或者是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时刻，有没有？我们刘牧师就面对他的先生，对现在之前的这样的病痛现在的复健之路，还要面对那个恢复原本男人的个性那种的怎么讲他知道你呢？你面对的是你的病痛吗？你面对的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老板要告诉你，你到什么时候你要转换，你要离职，你怎么办？可能是你的债务，因为这个债务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所面临的可能是我们的婚姻受到一些的冲击，婚姻走上这些的破裂的边缘，濒临破裂的边缘。我们的感情受挫，可能成为一个忧郁我们影响到我们失去，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可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更多的沟通。这个是你现在所面对吗？你的孩子、孙子的课业，可能正是他面临最艰难的时候吗？可能他考上好的学校，我们陆续要开学了，我们看见有的重考，或者是我们再考一次，感谢主，有的年轻人考上了好的学校，但是不是都能够考上好的学校，考上理想的学校。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会友当中，我们可能所认识的亲友当中在发生另外，离别的伤痛，可能是他最伤痛的时候。我们的敏哲长老他失去他的母亲这个礼拜就要告别礼拜。还有，是不是你觉得有人在迫害你？在伤害你，他每一次讲的言语或者不经意的动作，就好像不经意的在伤害、在踩你、在踢你。弟兄姐妹，那牧师在面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回应、他们在呼求、他们需要代祷的时候，我们的能力真的是有限的。但是能够靠着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来帮助他们能够面对他们所面对最艰难的时刻呢？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你现在想一下，你最艰难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等一下我们要来祷告。其实我在2011年到2012年是牧师面对最艰难的时刻。2011年，我在台北中会，那时候是接台北中会的议长，要忙教会的事情。那台北中会那时候几间教会，你知道吗？100间教会。所以那一年我被就是选为议长，所以一方面呢要怎样处理教会牧养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就要处理中会。要主持议会、主持中委会，或处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特别那时候是我碰到的是中会的60周年的感恩的庆典，是大型的，是7000多人要
一同在新庄体育馆要在新庄体育场要一起来洗礼，一起来就是敬拜，一起来守圣餐。我们可能100-200个人、200-300人要守圣餐比较容易啊，7500人要一起在那里，要一起来敬拜，要一起来领受圣餐，要一起来洗礼，容不容易？需要有智慧，需要有团队。但是在这个期间，是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所以她需要每1到5要去电疗，一是要化疗。有时候我要主持会议，怎么办？常常有时候就要进到医院，到安宁病房。怎么样度过那段时刻？最艰难的时刻。弟兄姐妹，你有想过？现在你想过那件最艰难的时刻，你怎么度过的？你还记得吗？感谢主，因为有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长老，因为同工、牧师，你去开会，我们来帮助你。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说，你最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怎么样度过？是上帝的话语吗？或者是弟兄姐妹的扶持带导，在帮助你？特别是这个是在高雄我们看到一群的弟兄姐妹陪着牧师全家，然后坐着高铁那大部分都是年长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坐高铁半票。所以有弟兄姐妹到那边游览车，然后到牧园，还有我们母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亲人，在那边一同参与、安慰、扶持，所以让我经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刻，是因为神的同在。是因为神透过这些弟兄姐妹，在你最艰苦的时候陪伴你、帮助你。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但是你经过，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即使你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你的艰难时刻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大卫，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在他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令他的主子极度怨恨，千方百计要追杀他。到隐基底的时候，又带了多少人要追杀他？带了精兵呢，就是意思说非死不可，对不对？率领3000的精兵就要追杀他。反正我就是要追杀到有情报来，我就追；他逃跑了，我就追。追到这个隐基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大节的时候，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大卫有机会杀他，但是他不杀他。为什么？我们来看。为什么有2个人不同样的，都是上帝所高某的人，但是在他们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所做出来的选择，所做出来的寻求管道不一样。一个常常求问神，一个是去交鬼，去寻求从这个灵界来的帮助。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聚焦在这2人身上，特别是在大卫的身上，他怎么样走过他艰难的时刻。我又没有犯什么错，是因为别人的赞美，我就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攻击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从这边，从大卫的身上认识到这位慈爱信实的上帝，他如何在他最艰难的时刻，然后呢帮助他走过来。在他孤独的时候，逃跑的时候，在山洞的时候，在有一群受伤的人
跟随着他，他怎么样去面对？敬畏上帝，使大卫怎么样去经过那个艰难的困苦的时刻，让他觉得即使在那时刻，主恩典够用。你有没有回想？你可以在这边，你有没有回想？哇，你是怎么样经过那一些的时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看最艰难的时刻。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可能你因着个人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来影响你，你在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刻的时候，可能你会抱怨：又不是我，是他，我又没有犯什么错，为什么我就要承受这一些的苦难？这时候他自身难保，不是吗？所以他从那个亚吉王，他投靠谁，然后谁就说：他不是那击打我们的人吗？他不是杀死歌利亚的人吗？所以他第一次投靠亚吉王，然后呢，他在旁边听到别人也在怎样报备啊，然后呢，他怎样？赶快装疯卖傻，没有尊严，然后再枪乱涂，然后装疯卖傻，嘴暖老啊那样，没有尊严。他要做到这个时刻，所以他赶快逃，然后逃到今天我们所看的亚杜兰洞。所以弟兄姐妹，大卫从加特城逃到亚杜兰城的一个山洞。他没有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但是这个洞可能是他逃难的一个地方，也是他常常遇见神的地方吗？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的地方吗？是成为他避难所的地方，还是成为他很困苦或者是哀伤的地方？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哦。我们接下来读来。他的兄弟和家人听说他在那里，都下去看他。被压迫的、负债的或不满现状的，都投奔他，人数约有400人。大卫成了他们的领袖。我都自身难保，你们跟着我干嘛？对不对？我都自身难保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有400人，这一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什么人？被压迫的，他们有没有艰难？有。还有谁？债务有问题的、负债的，赶快怎样招楼？不满现状的，所以都来投奔他。多少人？400人。我都自顾不暇，一有风声来，扫罗要来追杀我，我就要逃了。我怎么样帮助你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看到我现在自身难保，弟兄接一点吧。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我现在碰到一些什么情感的事情，我都自身难保了，我怎么样帮助你？我都被受压迫了，我怎么帮助你？很难的，你知道吗？甚至是我们做牧者了，如果遇到有一些精神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怎样？转介，先转介专业的。有同工的跑我牧师最近有一个 case 怎样，他怎么样处理？我说对，要先转介，他愿不愿意？牧师不是全能哦，神全能，但是牧师不是全能。但是我们会看，我们评估，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精神障碍的，我们一定要跟医疗单位有合作，然后专业先帮助他缓和，再来针对内在的。但有时候真的处理好多的事情，自身难保。大卫就是这样情况啊。第二个，因你得祸。你有没有因别人来连累得祸啊？大卫现在的处境是怎样？我跑到亚西米勒那边，亚西米勒好心来供应他这个饼，拿刀给他，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多益这个情报人员去告诉什么扫罗，跟他报告这个人帮助大卫，给他吃，给他刀。然后我们看到王就吩咐多益，你去杀他，因为提供一个援助。我们看过去好多教会界的这一些的长辈，对不对？因为他们帮助过去那些白色恐怖的时代，他们要受到牵连，要被关，不是吗？可能这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都是因为我，所以牵连了。”比如说高俊牧师，比如说谁，对不对？可能年轻人比较不认识了。以前我们长老教会的前总干事我们看到这里，他心里真的过不去啊。因为我这样，然后又说了一点谎，然后得到亚西米勒的帮助，结果害了他的家眷，害了他的亲友85人，只剩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比亚他。你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因为我这个错误，所以导致了我的亲人，因为我的债务连带的影响到我亲人，因为我的婚姻感情问题连带的影响我的亲人，会内疚。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这样，他怎么样去面对？他怎么去面对这些连UN 连假令的，他们所有的都被扫罗这个仇恨充满、极度充满的这王把他们杀掉，无辜啊，对不对？我只提供一个饼，你有没有觉得无辜？我只是稍微帮助他，站在他的立场讲的话，就是被你们怎样连带的也骂下去，也伤害。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到现在还觉得很不平，我又没有做什么。第三个，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念来，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了。”理所当然，如果他要杀我，我杀他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照这样说的话，理所当然啊，对不对？上帝要给我这样，因为上帝膏立我，我要成为下一任的王啊，先把它解决掉，不是更好吗？对不对？理所当然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理，但是真理吗？还是你自己的理？你觉得用你自己的方法比较好，比较快？比较能够达成，是这样吗？为什么神要让大卫在整个过程逃难当中，在旷野历练，大概10年左右？为什么那么久？你会想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在这艰难困苦当中那么久？赶快帮我解决好吗？你在想你过去怎么经历过的？你想一下，多久？牧师面对我妈妈的病痛，2个癌症前后10几年呢。到最后那一段最艰困的时候，也是我最忙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啊？我在想说，神啊，感谢主啊，我是怎么过来的？我知道我们照顾者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你知道陪伴一个去就医要花多少时间？还好有一些的管道，有时候甚至医师都会跑来教会看妈妈，那是双联教会的长老，然后弟兄姐妹的协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去？你觉得理所当然吗？不一定，他们不一定要帮助你啊。你觉得你们应该要帮助我？不一定因为人家有人家的事情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你们理所当然要帮助我啊，理所当然是这样啊。
我杀了他是理所当然啊。所以弟兄姐妹有好多的理所当然，你认为呢？你认为别人应该帮助你吗？这是我们看到扫罗他去实际在那个洞这个大概在这个附近好，那大卫他有机会割下他的脑袋，但是他并没有割下他的脑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恩典的时刻是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时间，不用自己的方法，是神在保护他。跑到西弗，跑到马云，跑到哪里，就是有追杀，怎么办？他能够在洞里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的诗篇，47篇或是其他的诗篇，你再看到那个标题，他在洞里面他怎么样祷告的，他怎么样寻求，他怎么样呼求上帝。所以如果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好多这些所谓的大卫的金诗。所以在我们去看到这些的诗篇里面，我们会看到有标题他在洞里面，他在逃难的时候，他怎么表达他内在对这位神的依靠。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扫罗天天在找他8号分机通缉，全面的通缉悬赏，然后却找不着他，因为上帝把他保护得好好的，即使知道他在哪里，却抓不到。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敬畏上帝，所以他对上帝所膏抹的能够尊重，跟扫罗一不一样？上帝所使用的仆人，竟然一一把他们杀掉，差别在这里。所以上帝透过扫罗跟大卫两个，一个是怎样？越来越远离上帝，错误越来越多，仇恨越来越大。一个是他越来越亲近上帝，即使是在困境的当中，他就寻求。所以他在那个逃难的时候，做了好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才体会到，哇！我在困境的时候，用那些诗篇来成为你的祷告。在困苦的时候，你可以靠着上帝，你可以用上帝的话，好像他的心境一样，可能也是当时候你的心境，你现在的心境，然后你来祷告。是神说：“我把他捧在手里，然后没有把他交在他的手里。”之前是因他这亚西米的全家大大小小85人就受害了。这些人怎么样帮助他受压迫的、负债的？我都自身难保，怎么帮助你们？但是大卫没有撇弃他们。因着这些人，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选的都是强壮的，像精兵或怎样。但是我从这边看到，大卫好好的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可能有一个影响力，一个吸引力。这些软弱的人看见大卫，对啊，他同样是在困难当中，但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哦，原来有上帝成为他的依靠。
3000精兵找不到他，原来有上帝的依靠。他缺乏的时候，上帝帮助他，供应他，原来有上帝的依靠。他如何战胜这些的野兽，能够打败歌利亚，这个就是他生命的见证。所以，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边。他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帮助。乌拉，你的困难我有过了，所以圣经才说，你经过的苦难以后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你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你之前人家安慰你，你现在碰到这困境了，你经过，你有这样的经历。我爸爸有中风过，所以我照顾过，有这样经历。我妈妈有2个癌症，有癌症啊。昨天去探访的时候，我能够了解照护者他如何带领、帮助他的亲人、他的长辈、他的母亲去做疗程的时候，我说我知道。进去大概10分钟，但是他要怎样对，因为我有经过。我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同理到他们的哀伤，不是吗？但即使在那一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大卫，因为他生命当中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即使是在落难、是在艰难的时候，也能够帮助他们。所以这400人呢，不是4人了，400人跟随他。被他吸引，因为看见他生命当中，在他身上有神的同在，不是吗？即使是你在困境，你也可以帮助人，知道吗？我们看见神在你的身上同在，没有离弃你，别人就看到你怎么挺过来的，因为你的生命见证可以帮助他们走过来。即使你现在正面对你的困境，但是你依然有信心来依靠，不是说走就走离开。我们一起来读上帝话来。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同是天涯怎样沦落人。所以你在我这里很安全，你又不用怕，因为他也要追杀我，所以我逃到你，你就跟我到哪里，我会保护你。他在逃难呢，没有关系，你可以在我这里，我收留你。”就是因为这样，别人跟随他，被他的信仰，可能被他的生命的故事，被他的生命的见证吸引了，所以他活得心安理得。他活在上帝安排的时刻，该他做王的时候就他做王，他不用强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你。他在宣告什么？我没有，我没有，我可以的，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报复你。2次，对不对？有2次我可以杀你。另外后面我们再往后看，上帝使又再搜捕他，上帝使他们都沉睡，都没有人站卫兵。他还跟那个将军说：“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保护你的王啊？”他们都进去拿他的东西，然后他的部下说：“用他的矛刺死他，不用你做，我们做。”他说：“不可以，连哥哥他的衣襟都觉得，哎呀，这样对不起，对不对？
他活得心安理得，即使他在困境当中，他没有出手，说伸冤在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很想，你有机会了，复仇了，报仇了，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可以吗？跟你说可以啊，但是结果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他心安理得，因为他没有用他的方法夺取王位。他知道神的时刻，神的时刻一到，上帝就自然怎样解决啊！我昨天在录这个迦南之声的时候，就是大概到后面的结局啊，扫罗全家他的儿子们很悲惨，很悲惨。我们自己去看，我不要讲，你们自己看到最后，扫罗怎么样？上帝弃绝他。上帝自然把他结束，然后谁做王？大卫。所以大卫活得心安理得，他选择饶恕。弟兄姐妹，你相信神的时刻吗？大卫选择饶恕，因为别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他一而再，他有机会杀扫罗，但是这些受压迫人，这些伤心的人、苦恼的人，看到他的生命，他愿意饶恕那一个天天要寻索他、追杀他、迫害他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即使在困境当中，他可以得享平安；他在那种困境当中，他可以安然睡觉，因为神。你可以吗？如果你不饶恕，你就不得安宁。牧师啊，他伤害我那么深，我能够饶恕吗？神这样告诉我们，很难，我知道，做看看，主啊，我做不下去，给我有赦免他、饶恕他这样能力好吗？我就常常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不饶恕啊，但是你活得不痛快或是不平安啊，对不对？人家睡得很安稳，你呢？你这气呼呼。大卫他选择什么？他选择饶恕。主啊，我可以有好机会杀你的，但是你看我没有。刚才的经我就我没有要加害你，我尊重神，我尊重这位上帝，因为你是上帝所膏抹的。我相信神有上帝的时刻，他一定会帮助你来解决你的困境，就好像牧师刚才所分享的。弟兄姐妹，相信主恩典的时刻，属于你的时刻一定会到来。你有没有常常用神的话来等候？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债务上、经济上、你的婚姻上，我们仰望神的恩典，我们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活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真理。你才能够心安理得。大卫本来要杀拿巴，如果你读到这边的话，本来要杀，是谁阻止他？想看看，如果你杀下去，你以后做王，你想到这一个时刻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谁啊？谁提醒他？亚比该后来成为他的太太，对不对？上帝自然解决那个愚蠢的拿巴。当他气呼呼的，因为他不提供给我食物，我有恩于你呢。我跑路的时候，我只是缺乏食物，你提供我一餐都不行吗？你还要糟蹋我、辱骂我，说我是背叛主人的奴才。他气不过，一棒声，一讲我要杀掉拿巴全家，男生一个都不放过。亚比该听见了，有智慧的妇人道歉，对不起，我刚好不在，不然不是这样。这位智慧的妇人阻止了一场什么杀戮。弟兄姐妹，鼓励大家去听迦南之声哦。
你会觉得说，可能你在气愤当中想要下手了。可能亚比该他的作为提醒你，提醒大卫，你不要这样。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结果大卫说什么？我听你的，还好你有告诉我，阻止我。有时候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阻止我们，圣灵会阻止我们。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深渊在神。我们一起站立哦。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对不起哦，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哦，这神的餐。我们请坐哦，我们请坐。我们现在唱这一次哈，一次完之后，我们就要领受主的餐。每一天。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用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听见你诗讲，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请不要忘记啊，那遍3万爱心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教规可以领受圣餐的，一同来领受主的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向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语。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语，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天，有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因为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感谢主。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天，他要拿起饼来祝谢，我们也依然照着样式，我们一起来感谢主。谢谢你，你受屈辱，你不还口，你不还手，你就为了我们付上代价，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谢谢主，谢谢主。你被卖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得赎的、有盼望的一天，是因你受到这样的艰难，使我们成为有盼望子民。谢谢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用饼跟杯来纪念。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可以你如果是已经受洗，把你旁边的拨开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主的餐，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杯是主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弟兄姐妹，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我们再次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但是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流。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有什么给你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听见你十架，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他变上换来新的生命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心不再忧愁，因为你承担了我们的罪，你要来背我们的重担。现在我们把我们重担交给你，你知道我们的艰难，最艰难的时刻可能是现在。我们感谢主，可能是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如果是现在，主帮助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债，背我们的重担。主，我们奉你名，我们把我们的重担艰难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我们可能现在是需要的医治，现在需要的是供应，现在是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带领，需要你的扶持。谢谢耶稣，需要的是你帮助我们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谢谢耶稣，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充满在你们生命当中。天父上帝用你的爱来保抱我们，扶持我们。主圣灵，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赐给我们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走过最艰难的时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我的心不要忘记他变上换来新的生命
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弟兄姐妹请坐，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